卡式 MCUV 4代 UV 鏡，全新卡式獨創光學玻璃材料，可以承受100克鋼珠從1.2米高度自然跌落嘅衝擊力而唔損壞玻璃，成為鏡頭真正嘅防護鎧甲。通過表面加到防刮膜層，硬度達至7H， 玻璃表面更耐刮、更耐磨，輕鬆擦淨，光潔如新。雙面防水鍍膜，鏡面荷葉效應有效去除表面水珠，無需擔心水漬殘留，令清潔更輕鬆。新增夜光識別字體，昏暗光線識別字體夜光效果，夜景拍攝更突出。0.1% 以下超低反射率，有效抑制圓光同埋鬼影嘅影響，令拍攝畫面更純淨、更清晰。透光率高達99.5% 以上，令拍攝擁有更高解析力，高清高透，畫面更加清晰。卡式 MCUV 4代 UV 鏡，讓 UV 鏡回復防護鏡嘅本色。